想象一下，站在維多利亞港高處，在60年代或者70年代初，空氣暖暖嘅，海面充滿活力。呢個就係香港黃金時代嘅高峰，一個細細嘅殖民地，充滿夢想。當年好多難民來到呢度，將困苦變成希望，將來感覺好廣闊。這邊歌嘅副詞水上，好似一座水上皇宮，就是著名嘅海上港隻海宮餐廳，一個神山化公開繁榮象徵，家人一起去西海鮮大餐，遊客都嘆為觀止。喺各個年代，連食一餐飯都感覺細膩嘅想象發展開城市一部分級妙。嗱，想象一下60年代咧，同期時年代咧，開維多利亞港，海面永遠無畏鏡子。嗰陣時啊，全一期嘅港口最常見、最重要開嘅部分，佢哋就好似位港開靈魂一樣，不可缺少。地質里大船，大多數都係傳統模範船，用堅果開模才手工做出嚟。船身架時反應優雅，模範船係當時是真正開隻嚟，有漁民用嚟捕魚，有商船用嚟運貨，仲有渡輪通小艇穿梭兩岸，才叫美意呢，開人流通釋放。你哋冇船戶，但只係交通工具，更是香港黃金時代開上陣。取締競爭助力嘅小小知名地，電影一步步變成一周經濟奇蹟。美意周周都夜晚啊，海面都布滿模範全體身形，反映同陽光一齊閃耀，充滿活力同生機。而家回望，你哋冇全已經好少見，但係你哋就片段入面出帶幽和翻過嚟，提醒我哋當年家個充滿希望、好海圖生活開香港，有幾咁真實同有生命力。寓素中晚懷舊溫暖，多家庭頓讓就片段互識，尤其是長堂結後鏡頭。想象一下60年代同70年代開香港結頭，你嘅故事當時情是最真實、最有生命離開入面，一座充滿活力、充滿希望開城市，好似一個巨大開時間膠囊，將當年開日常生活環境撥咗落嚟。地下嚟到地雙層巴士啫，紅色干或者雷索開雙層巴士轟隆隆西馬路上時過，車身要有黃黃，才租翻公開工人，寬水開上身，同埋一家大細。嗰陣時坐雙層巴士上程，望着下面開吉道，感覺就好似睇緊一部和新星開香港電影。白西湖單止係交通工具，更係香港人美意生活開業部分，承載過好多回憶同故事。要加落去市場入面好熱鬧，炒飯溪購買星馳齊比羅，新鮮蔬菜啊，魚蛋日啦啊，攤檔上面堆滿新鮮蔬菜、水果、好價位呀，街坊連你西到更加清潔買餸煮飯，空氣如面萬世劫變小食開上位，腸粉、鳥腩、魚蛋、菠蘿油。呢種味道係當時香港最親切開味道，城市景觀都好有特色。你哋就係唐路、齊路，你紅酒牌令離開格道，建築物雖然護死後高，但係充滿知名嘅時代同中國傳統寬得開風味。招牌上面中英文字教字，電車叮叮當當時過。成人細沙在海行人腰上面匆匆忙忙，又或者悠閒散步，小朋友細結頭暈梳，
婦女零早齊攞呢，但人照着拜去上希師傅返工。呢一切都喺當時香港而長開所因。地下你大舊建築，好多經典開堂流通上鋪，窗台上面晾早衫，陽台就種咗花花草草。你啲細節而家好難再見到。呢個城市雖然忙碌，但絲毫有人情味。工廠日夜運作，商店從早開到晚，人哋有種過嘅地嚟到香港，帶着簡單開心理通好打開夢想。大家努力工作，互相幫忙，相信只有肯愛，生活一定會越嚟越好。你斷舊片段珍惜一個珍貴開始建構腦，取獎了時通啊！隨時年代，香港開放經時代，完完整整保存着落嚟。雙層白市開生因，市場開熱鬧，街道開活力，就建咗開風傾，同埋每一個香港人臉上嘅中建人同希望。而家回望，你嘅城市已經變咗好多，高樓大廈越嚟越高，節奏越嚟越快，好多舊景象都慢慢消失。但係即透過你地位為殘東開8號未膠片，你嘅就香港要我翻過嚟，讓我哋感受到當年嗰種真實，充滿生命力，同埋好有溫暖開清晰氣息。你嘅舊時嘅摩的嘅日要面開香港，依家永遠唔會忘記開放跟時代，是勇氣，是忠誠度。月了分散18秒，正常懷舊與數家自然停頓。你可以時間嘅軟件為調停頓時間配合畫面。停頓建議啊，加長懷舊感覺。講完雙程不時候停2秒，讓巴士鏡頭展示。洗場部分停頓較多，讓購買生同引存畫面後視。結尾部分元素在滿地，配請音樂增強。TTS 工具，自己扶指導廣東話，想講選擇溫暖情秀聲音，男聲和女聲準合，語數調至中晚。譬如用清油開懷舊鮮月和稱為街頭環境星座背景，影亮要遞過人聲，你端專做描述情節異常生活，雙程巴士市場舊情景觀同時間膠囊感覺，同你着影片風格完全一致。如果你想為調長度，例如短底或長底，加多主體地名，例如網交、通羅網，或者融入到你原本6分鐘城市段落，隨時發我指，我即刻幫你修改。呢個應該會令觀眾好有共鳴，尤其是香港人同懷舊粉絲。祝你影片成功！想想一下，舊時年代呢，同這時年代開香港碼頭嘅海風輕輕吹過，陽光灑落一頁開牌全字通話隊上面，你都熟悉當時呢香港最繁忙、最有生命離開地方。每當你一講開嘅碼頭，無單止西坐一個元素正身，廣西香港黃金時代經濟世界佢真正生長。地下你哋碼頭活動，工人從天光做到天黑，汗流浹背，將要向上沉重開獲互相螺旋。你哋舊世真正開新路工作，鍋具、布料、電子零件、糧食同日用品，源源不絕從世界各地運嚟，有援助出去。佢嘅真是香港經濟飛速增長。就是好似你得碼頭工人開雙手通慳水，一步步有一個西施開港口殖民地，變成亞洲時小龍之一。而海邊市場更加混亂後，新鮮蔬菜堆到成山，青菜、
柴山、白菜、番茄、刮菜、蔬菜鮮人剛剛從新界農田運到，旁邊有優化生態動物，雞、鴨、鴨、魚、沙蟹，漁民同小販西都大聲講價交易，空期漁面萬世海鮮同素，才開新鮮味道，歡喝煮海水同樣光啟其勢，街坊鄰里領咗菜籃，慢慢揀菜，準備翻無期做依餐一啦啦開家庭晚飯。你哋人就喺當時香港最真實、最見人開扁舞，有把頭工人做着簡單開汗衫短褲，剪頭通手臂曬到稀稀地，衣襟上和護康仔有放地，動作熟練有力，猶如面同手反啊，以早起身，風雨不改咁靠海口地頭生活，仲有家庭主婦同小朋友。時時搶用面幫手剪菜、清潔、收隻怪意義。大家無論男女老幼，都為咗同一個目標努力，將自己同家人開生活越嚟越好。你個碼頭呢，時常無彈之勢，買賣蔬菜通通冇開地方，更希望通機會。廖氏同其時年代，香港有戰後難民城市。變成國際貿易中心，就寫好咗你地碼頭同市場入面每一個人開心情付出，去地了開墾付出嘅努力，同埋個分佈出步腦開精神，成就咗香港開繁榮同奇蹟。如家會望你地久片段，真係一個珍貴可以見膠囊。你哋望落開碼頭，對賣新鮮蔬菜同貨的新生動物開市場，申請工作開，工人面孔，同埋大家臉上各種滿足同希望。你日潮街已經好難再見到，但西透過你地位為賺動開把好味狗片，廖氏歧視年代開香港誘惑反過嚟。讓我哋感受到當時呢各種真實啊，見人充滿活力同希望嘅開力量。你家呢叫細摩德嘅醫院面開香港碼頭，一個充滿汗水、希望同人情為開黃金時代，一個我哋永遠唔會忘記開美好時光。想想一下廖氏年代同其時年代開香港，有一個充滿色彩咧，甚至有太點神秘開地方，就是位於大坑道開福寶花園，又叫做環根優華園。呢個地方好似一個中國咧神話世界咧突然出現絲繁忙開始重生，換領土佐開老虎、雀龍、寶塔、古傳所有嘅面開場景，令大人同些女子女都看個目瞪口呆，充滿驚喜同滿堂。呢個花園西有環根啦。由大王胡文虎先生4意就35年成簡體，在當時好似以前呢劉備還江源，為自己同家人企咗一座畫，離開私人別墅，同埋你個大城雕塑花園，原本係私人地方，但係胡氏年代長久開放俾公眾參觀，變成香港最早開主題公園之一。園內就有情擺上千個色彩繽紛嘅雕塑同壁畫，將近中國呢神話故事道德教訓，仲有好多生動嘅有大地精彩開地魚場面。胡文虎先生希望呢透過呢個花園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同價值觀，同時一度西隨慈山同文化貢獻開一部分。對當時開香港社區嚟講，胡寶花園唔單止係一個遊樂場，更係一個好珍貴係集體回憶同逃避地方。西震後呢，網絡開城市生活入面，好多家庭周末呢都會一齊嚟到散步、拍照、強果節、爬假山啦、鑽石洞。小朋友見到佢打開老虎同龍背聲，瞓到不得了。大人亦有細都感受到傳統文化同幻想開完美結合。其實呢生活好辛苦，大家都覺得嘅唔理都是一個可以放鬆心情、製造快樂回憶開天堂。
除代表咗黃金時代香港人嘅分寸真、樂觀同對文化嘅熱愛。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甚至數以百萬嘅遊客專程嚟到嚟到參觀，包括本地機房同時借各地卡路卡，免費或者好評開遊場費，令普通家庭都可以輕鬆嚟到。細料司同齊是年代，湖北花園係香港最受歡迎開景點之一，好多小朋友開童年記憶，都係同家人一齊4年都到過開。而家回望湖北花園雖然已經4004年被拆出小事咗，但係只透過你地證據開就把後尾片段隨遊客翻過嚟，你隔到二湖二充滿色彩嘅銅車環開地方，永遠是香港黃金時代最天真、最有生命力、最令人懷念開箱真。想想其實60年代同期10年代開香港，除咗繁華開維港同熱到吉頭，仲有另一個早經開市嘅啫。新界通邊境嘅出海交易，你到山潮祈福，稻田青青，全落山落西，綠色喺大地之上，生活節奏慢咗好多，後市同城市開網路完全冇同。喺呢一片土地上，做經一群好善良、好勤勞嘅人，出得一出一做，一落一時，耕田種菜，養雞養鴨，用自己一雙手捅汗水，養活一家大細。無論是男人攞田插秧，女人是務持住飯為主，定是小朋友幫手除草、放牛，大家都齊心合力，過着簡單但充滿溫暖開日子。邊境附近開村民更加堅韌，即使靠近邊界，卻依然守着住現留地開土地，默默耕耘，從來無抱怨。你家交野湖單只提供新鮮蔬菜同量嘅設備城市，更是香港黃金時代嘅另一面。城市蹂躪工廠日夜運作，但係你哋都依然保留着古老嘅中國農村傳統，同大自然和諧共處。空氣清新鳥聲聰明，夕陽西沙時，村民作息和諧，門口清潔，示範臉上總掛着滿足嘅笑容。家會往你帶走片段，真實一個珍貴喺世間交流。你班好人立片就經開土地，已經慢慢改變咗。但是透過你地位為贊動開畫面，我都有感受到當時嗰種淳樸情老同。而家透過你地位為贊動開就把後尾片段，我哋又熱詞走入咗一個班級嘅開夢境。第隻格格中萬分傳統西往開維多利亞港，水上山山發光海港餐廳，熱鬧非凡嘅街頭同雙層白色。申請工作開碼頭通對滿先生蔬菜同童話開市場，色彩繽紛，似凡是做開湖北花園，仲有着勁似乎山潮同村落開新節嘅交易。呢一切都係香港黃金時代最真實、最動人開面目。廖士同70年代，香港有一個讚好難嘅名句極開4小殖民地，變成亞洲經濟旗幟開代表。成千上萬開人帶嘅收成嚟，同好打開夢想嚟到你度，好做自己一雙手同步除開精神，將艱苦變成希望，將汗水變成繁榮。工廠日夜運作，碼頭和務全了不細，這是充滿活力同人情味。即使生活唔容易，大家都團結一心，街坊鄰里互相照顧，相信只要肯努力，明天一定會更好。你家室大湖但只有根基開飛躍，更有全真開快樂同文化開美麗。湖北花園入面開老虎同龍，令小朋友眼到嘅打坐，教育開循民意操阿座，守着古老傳統。城市入面開小販叫埋心，雙層巴士開聲音，同埋每一個人臉上各種嘅人同夜關，你一切都充滿咗生命力同溫暖。而家回頭望，今日香港已經改變咗好多，高樓越嚟越高，城市節奏越嚟越快，好多究竟相同就味道嘅都慢慢淡出咗。但係西西里地精貴開家庭電影入面，你個黃金時代有個星星嘅反例，生動充滿希望，好有心，好有人情味。呢個時代提醒我哋，香港開奇蹟，從來無西天上掉落嚟。以時以代有一代人用汗水同夢想而轉移或切處理，
雖然時間已經過去，但加分人嚟，加分大軍同埋加分隊更好，明天開最長，仍然使我哋慎重延續。依家已經過去開房間